你是你，個個算你長不大。現在就是在此前，不等於一起過活，不怕捱。用微笑回覆這份疑惑，我不開心也只想你開解。你懂得怎關懷，愛就愛，永遠也會怕失敗。但是為着怕輸，違反心中所想，有什麼痛快？別奇怪，情感也是成就。如不可跟你逛想逛的街，人又談何愉快？難道是為了安置未來才愛你？誰要計算過安享晚福便一起？說到底，我暫時受不起，愛別忘面包那些道理，只想去成全自己。誰會像你靠感覺做人才可悲？陪你到處吃街燈晚餐極歡喜，還你手也只欣賞還手，決不因世俗看得起你。若笑着吃苦也餓不死，慶幸我與你去到這境地，未問現實會否容許這種天真繼續不放棄。遇着你無需接受逃避，如花草總要愛光線空氣，人又如何自欺？苦與樂只為你，不會在乎被恭喜。也許只講理想不容易，如若有你背影總有落腳地。難道是為了安置未來才愛你？難道要你按街向晚福便一起？說到底，我暫時受不起，愛別忘面包那些道理，只想去成全自己。誰會像你靠感覺做人才可悲？陪你到處吃街燈晚餐極歡喜，還你手也只欣賞還手，決不因世俗看得起你。若笑着吃苦也餓不死。一倍，咁我亦都知道你太太企喺嗰度支持你嘅。呢首歌就係滿腦子，就係諗住送俾佢嘅。呢餐飯究竟係個胃落去定係背脊骨落咧？一齊睇睇啦！91 OK， 好，可怡老師。It's just so sweet， 真係成為你嘅心聲去唱出嚟，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珍貴嘅一個 moment。Thank you，可怡老師。Janice， 即係你一路望住你老婆唱，係好直接、好 sincere， 即係感動到咯。That's why, yeah, I'm sorry, I enjoyed it. Thank you, Janice。周國峰老師。情感方面咧，係我冇懷疑，尤其咧呢一首歌，你如果係唱俾太太聽嘅話咧，係最適合不過咯。咁但係確實你嘅聲音狀態唔好。如果陳旭培喺一個咧好嘅狀態之下，再加埋你本身有嘅技巧嘅話咧，可以將個更美好嘅版本去送俾你太太咯。陳旭培加油咯 ！Thank you， 旭培，係啊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。